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来到天堂的时间咧。我係黃真祥，一片係潘先生，一片係蔡先生。今日教大家嘅運動咧係刺激導演，請鄉親咧共下來天堂一下。今日教大家嘅動作咧係非常功法，第八左右後彈，數下人咧數標下來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同下人肩頭臀發。過來咧，我哋咧數拿向以來，兩隻數交叉，拿尾向前向，數節送上去，數節標下來，松數慢慢地標下來，標下來過我哋咧數電咧都背落下去，卡前頭都我哋咧背落前方，我哋轉右嘅轉住右邊。兩隻手標上，一隻手標上來，左手存喺前面，右手喺後背，兩隻手前後綁出來。綁開來後，我哋眼珠看前面，我哋右腳向後背，左右邊嘅後背，左手疊喺前面，右手疊後背，兩隻手交彎，綁出，再向用兩隻手存上來，前後存上來。有骨標上來，我哋嘅眼神都張嘅過後，我哋嘅右手一片吸氣，手巴掌一片嘅吸向來，我哋嘅左手嘅肩頭送出去，氣頭吐出來。過來我哋嘅左手綁向起來，向用南面向前行，俺手棍呢衝上去。手棍標下來，我哋嘅手再慢慢地標上來，標上來個係我哋嘅手墊嘅後背，當我哋嘅背囊線，更加腰骨轉左邊，轉過後呢，我哋嘅右手存喺前面，兩隻手前後綁出來，眼珠看前面，向左邊，眼神腰骨向左邊轉。右手的向前，左手的背囊，兩隻手交彎，變喺左手的前面，右手的後背，兩隻手綁出來，眼珠看左手，看對後背去，腰骨標上來回張，對左手一片吸氣吸進來，右手一片肩頭送出去，氣頭吐出來。也係左右合彈，我哋繼續告訴我哋，我哋話再做呢，都對右手點向呢，真南面向前行，手球呢衝上去，也是隻吸氣，我哋手球標下來時節，氣頭吐出來，雙手再標下也氣頭出來，標下個我哋呢手點呢都後背。轉喺到背囊時，我哋轉右骨轉喺到右邊，我哋嘅左手拿到前面，兩隻手前後綁出來，我哋眼珠看前面嘅數字，向後背轉，右骨向後背轉，左手喺前面，右手喺後背，兩隻手交彎，變喺右手喺前，左手喺後綁出來。眼珠看右手，看後背的手，腰骨標出來，標上來，多跪多上來。一隻右手重心呢向呢吸氣，左手嘅肩頭送出去，氣頭吐出來。再做左邊的呢，我哋綁向起來，再南面向前，手節再送上去。手節標下來，雙手再標下來，氣頭吐出來。過來我哋呢手墊喺後背，卡前頭到我哋呢背囊線，轉左邊，轉過後我哋呢右手喺前面，左手喺後背，前後綁出來，眼珠看前面手向後背。右手喺前，左手喺後，兩隻手交彎，左手綁出來，右手向前綁出來，眼珠看後背手，看左手，眼神標上來，一道規章，
对于也做事是把账吸的多呀，都有事的镜头找伊起头出来，也系左右后台，牙疼他赶紧交代呢，就讲啊，分解通作等做的时间，譬如讲等表送两只手男的都向前，有人话安尼唔怕，因为等主要系训练等的胸脯。等咧起步比空间搁大一些，所以利用安尼时间做好来。等咧时间送上去的时间呢，送上去，等咧时间标下来，下转俺嘛标。过来呢，等咧数标时间，天天呢标下来。过来等电呢到后背时间，讲嘅本能性电呢到后背时间，等较看头。等可以定一个到一个，也当等咧本能性。定咧都要看头，定咧都要介意，都要时间，等腰骨转的时间。譬如讲，今仔转右片，腰骨转的时间，两只手一只手放下出来，两只手一个前面，一个后背放出去。放出去过后，等向后背时间，记得咯，等咧七条唔好停顿来安尼转咯。七条安尼停顿来转，咧七条的手上，等对腰骨，当然徛啦下转咧到向前，腰骨向后背转，转来等一只手吸要到向前，一只手变个到本能两只手搞完的时间，两只手一个拿前面，一个拿后背，再同样来放出去，放出去过后，等眼神打上来，伊都要跪倒转来。规张的时间，等要弯片，你要弯，对下手把转一片，起头人讲弯关节，手脚关节都肩的关节，对下片的时间，对等肩的关节，手脚的关节，弯的关节送出去，送过后，等再对下左片一片，再来放放起来，拿手来。南手唔怕，等到固定南方起来，对等咧时间呢送上去，送来咧标下来，等咧送数标下来。初中讲过，标下来安尼标下来的时间呢，等咧七条唔可以安尼唔可以安尼标，安尼等咧七条规设列，标的时间等咧标下来，等咧是会天天的向后背冲。坐下去，等咧松树标下来，电咧后背，等咧树棍咧，牵头电准等咧本能性，再转左片，转的时间，等咧腰骨，天天来转咧左片，转左片过后，等咧树标上一个标在前面，前后放出去，送出去，数字顺畅，送出去。再向后背电的时间，等要用腰骨转，唔好对等咧七条安尼转咯，安尼等咧七条的手上对等咧腰骨转，转咧唔可以转一横多转一横，唔可以咧，唔多当然眼神咧提极限就好诶，等两只手呢竖入来，你等咧向前方，两只手交弯。变咧，做事之前面有事伫后背，两只手伸出去的时间，对眼神送出去，送出去，安尼，伫腰骨是横的，同腰骨的肌肉表上来，表上过后，眼神出来，转到转来的。过来，等咧竖心向大方的呢，对一只伊吸气，竖心转，竖节转。转咧到肩头肩头转，对一片的时间等下起头一跳出来，肩头送出去，竖节送出去，下手把掌送出去，都压起，转好后等下继续转等到对一片，再拿方起来，南的向前南过后注意的地方係等一只数送上去的动作。送上去过后，等标下来，两只手标下来，标下来的时间要注意有人标下来完呢，安尼很唔错嘅，标下来等咧思维向后背坐低那样嘅，
表送来，再拿到镜头行好。今仔呢都到读緊嘅連續創作嘅時節，我哋兩隻書，表嘅後背，做書喺前面，放出去，向後背走，做書喺前面，右書後背，兩隻書交彎，兩隻書交彎過後前後放出來，順長來，右腳表送來。書巴掌，也書巴掌吸起，吸到鏡頭行，對呀鏡頭送出去，送到書巴掌後，起頭頭出來。過來我哋對左片，南方而來，南嘅到向前，書棍呢衝上去，天天嚟變下來，變下來過後，長嘅後背。轉對左片，兩隻書交彎，送出去，同樣向後背，右書喺前，左書喺後，兩隻書交彎，再放出來，讓書順長來，眼神表送來，亦都會長。對左書吸氣，右書鏡頭送出去，起頭透出來。也都係我哋嘅連貫動作，也係左右合彈。做到嘅動作詳情記得咧冇？喺記得呢，停頓嚟做，接下來我哋揾新嘅動作嚟咯。今家教讀緊嘅運動咧係圓弧形的，首先咧我哋呢兩隻手表下來，兩隻腳咧咁樣打鏡頭同法，圓弧形咧也係我哋呢雙手咧，先打開來，打開來，然後當我哋鏡頭同法嘅時節，我哋呢左手咧反轉，有一陰一陽，我哋呢陽面咧係我哋書巴掌書心，對書心向拿上來。拿到中間，上下順長，嗰陣我哋卡拉下坐下去，我哋停腳嘅停向而來，停向嚟過後呢，我哋呢腳站表下去，我哋呢眼神呢重心呢喺移到左邊，我哋呢右嘅呢卡拉下坐下去，右嘅表上嚟切頭表上嚟，表到有時間我哋呢將緊轉，轉嚟看得到我哋呢書心。佢係嚟過後，我哋腰骨表上嚟，轉腰骨，轉嚟到斜斜，前下去，前下去過後呢，我哋坐下去，坐下去，坐下去過後，我哋呢雙手呢眼神打出來，坐下去，我哋一隻手喺鏡頭，一隻手喺下背，我哋呢眼神呢重心移到左邊，兩隻手。一前一後，一前一個下背，一個當行，順長上去，將近停頓咧，跳拿停頓咧，順上去，出來過後，我哋呢眼神打出來，打出來過後，我哋呢書棍咧上下順長來，講我哋再停腳嘅，腳嘅停向而來，腳站再落下去，我哋呢眼神咧重心咧移到。從兩移到右邊右腳，我哋右腳坐下去，眼神打出來，打出過後我哋將緊轉，眼珠看得到我哋嘅書心，看到過後我哋腰骨表上來，前下去，壓縮下去，過來我哋呢思維坐下去。坐下去，我哋眼神都會打出，兩隻手一個喺向前方，喺鏡頭方，一個喺我哋呢下背。我哋呢下背時間，我哋吸氣，兩隻手交彎，交彎，眼珠看到我哋呢書心，眼神停到嚟出去，上下順長，又係圓弧形啦，嗰個我哋呢中央。打出來，
填剧的剧场标下去，重新延伸的重新的伊个都照片，延伸存藏，将近转来研究看我哋的书写，腰骨表上来，好转腰骨压缩下去。慢慢的坐，师傅坐下去，眼神都会打出我哋的书都叫到转来。两只手一个伫肩头，一个伫下背，两只手交弯，拿上去，再把跪倒转来，好，再坐下去，天脚个天空起来。脚站落下去过后，我哋重新弯，我哋要做右片，都要做左片，两片做起来，那算一次。啊，沿住看书写，腰骨分表上转，天天的压缩下去，师傅坐下去，我哋的手都会跪倒转来，两只手交弯。再跪出，我哋左右做起来，我哋的手都表上来，做连续动作。我哋的手要分阴阳，阴阳是上面一片行到阳，耶稣把中间片行到阴，所以有阴的吼，人讲有红太极嘛吼，我哋阴的手扭方来。记得扭方来时间呢，系吸气。我哋师傅坐下去的时间呢，我哋师傅咪放下去。我哋停脚的时间呢，如果我按嚟扭，按嚟喺我哋嘅腳掌啲嘅撐空起來，按嚟位腳位個實力。我哋可以講，我哋對我哋嘅頭拿心方，俾我哋頭拿心放上去，我哋嘅腳不用上來都上去嘅，不用下去。記得我哋一轉彎嘅時間吼，一隻伊，對我哋一隻伊企喺下坐下去，坐下去嘅時間，我哋對個腰骨一隻天天嘅，主要係延長我哋一片，哦，我哋一片係延長我哋一片，我哋一片我按摩到我哋咧腋下淋巴跟肩淋巴。還有我哋嘅熟悉淋巴，也係按摩到我哋呀。我哋腰骨一轉嘅時間，記得對嚟轉，對呀，對我哋一隻按嚟腰骨按嚟轉下來，注意嘅地方係按嚟轉，那唔會傷到腰骨。轉下來嘅時間，按嚟轉，如果話你用按嚟我哋嘅腰骨貼腳會舒手，你一節一節，天天嚟對一隻企啦，一隻一節一節轉，轉嚟過後我哋嗱嚟順暢上去。順從過後呢，我哋一坐下來嘅時間，我哋嘅眼神要打出，我哋呢，我按你話，我哋一思維面坐下去，我哋嘅眼神就會打出，打出嘅時間，如果你冇話圖打出，我都估按你都會打出嚟，一隻手扶到我哋嘅肩頭，一隻手扶到我哋嘅下背，重新兩隻手注意按你，咁如果你話按你用，按你唔對下。做嘛講按你唔對，因為我哋係按你，我哋要數節一節伊，無法度存藏。伊主要係我哋咧豎心臀、豎心一節伊，一搞彎。一搞彎嘅時節，我哋咧數一打出來，按你豎心臀、豎心滑過去，沿住佢個上下一個上面一個下背，按你咧要打到講啊，我哋咧嘅做我哋一個。把我哋嘅氣場嘅講法，那又容易吼，所以要注意嘅地方，如果你按你我哋嘅數節呀，而無法度去搞彎，不管唔做一片，或者講我哋做一片，咁樣唔好按你，按你注意我哋嘅數棍，無法度順暢上去，所以要注意嘅地方，所以注意點係一隻伊。講我哋沉下去嘅時節，要沉下去。如果我哋企啦下沉下去嘅時節，我哋按嚟沉下去，一坐下來嘅時節要坐，我哋咧腳思維面放下去，
放下去眼神都会打出，注意看一下哈。我等下你，我等下按你下去，我眼神一打出，我一定思维咪放下来。對我哋嘅思維咪放下來，屈下來過後，眼神都會打出過後，那可以做安尼嘅動作。唔好講眼神唔前打出，我都按你做嘅，安尼唔對啊哈。所以按你打出來，也係注意嘅地方。注意嘅地方過來，我哋嘅書信，我哋嘅書信唔俾做嘅時間，我哋書信對書信有一種嘅吸引，依吸引呢。我同我哋咧書信嘅戲唱，同我哋咧信報來講，有一種嘅牽引嘅動作。我一個戲頭嘅轉換，唔對一片也強樣，唔對一片轉也係強樣，所以唔係教安尼動作。怪奇妙哦，唔係安尼，同兩隻書信放強下係冇強樣嘅動作啊。所以要注意嘅地方係也只意，過來注意嘅地方，你要講剛啱樣吸起啱樣嚟停腳嘅，有人停腳嘅我按嚟向前，注意停腳嘅時節哈，我哋咧腳站，有個人我按嚟，腳站按嚟扭嘅時節我按嚟打動脈，個危險，我哋可以思維先坐下去，對我哋也只意，對也只意，放上去。放上去一個意念都要放上去，我哋咧腳都會變鬆，安尼存放起來。然後停腳嘅時節，停腳嘅時節，有人會停喺當係腳趾行會冇穩，所以我停喺當嚟，停喺當係等你腳趾安尼好嘅。當安尼時節，我哋腳掌要放嚟，安尼我哋企起都會過穩嚇。又係要注意嘅地方，注意嘅地方要嗰度仲好，所以我哋。記得安尼，更加咧同他講員做嘅連貫動作。首先咧，兩隻手拿放起來，書信嘅地方拿放起來，坐下去，我哋咧頭拿先放放來，停腳嘅，腳掌變下去，重新移，將肩變鬆來轉。腰骨變鬆，思維咪坐下去，眼神都會打出，兩隻手重新移到左邊，兩隻手交彎，一上一下，打跪上來，再坐下去，頭拿先放上去，停腳嘅。腳掌落下來，重新個移到一片，腰骨變鬆來，順從另一片，將緊轉到看書信，腰骨變鬆來轉，思維咪坐下去，眼神打出，兩隻手。交彎，一前一後，一個伫前當後，一個伫下邊，雙下交，來擺張。更加創作做嘅多樣，詳情記得冇？喺記得呢，聽到我哋好好來運動，我哋嘅眼神同精神會更加好，天堂，下一次哪來了？